喂，牧师试一下那个麦克风。喂，123，123。OK。这边有监听喇叭。哎，魏老来了吗？那个，敬会长老有试过了吗？有。好。楼下的手持麦克风要试一下吗？手持麦克等一下。我们拿10号。有。喂，1234567。OK。12。
今日姊妹平安。虽讲天气今日有较寒冷，也阁有雨水，但是犹原袂当隔断咱来到上帝的圣殿来遮敬拜阿罗。好，即时咱来串联173首上帝即时临在。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歌词无啥物爱特别有爱注意的啦吼。好，咱来吟第一节。 不过是会记哩吼，伊爱反复一遍吼。啊，第一节唱煞到第二节中遐，爱搁倒转去，搁唱第二摆的歌词吼。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地主民前虔诚服侍，上帝的圣殿内，大家恬静敬拜，任歌全意虔虔跪拜，多一句被上帝辛苦主免挂碍，阿拉依靠万代。咱过来看一首254首的调，254首的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这首歌伫第3节的所在，请你注意吼。第3节的所在，爱请男声吟迄个欢喜叹意，哈，咱大会众都是欢喜叹意假是，安尼迄个所在接的所在，则较注意吼。来，第一节第一节就好。 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好大感情道理，好大感情道理，像好耶稣恩典奥妙，欢喜他你。 欢喜他伊假是，欢喜他伊假是，欢喜他伊假是。请咱闭眼睛来礼拜。
有一项事，我捌对妖花求，我犹原得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妖花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灯。来因信息学录，信息第173首，信息第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来吟。继续徛地，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咱同齐来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来到读启文，启文23篇，启文23篇。咱三个来启应。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亚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
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有妖花到我伫地，我就无惊。人要啥法治，我老大我。就带我开伊的门，我入去，感谢耶和华。这是妖花的门。伊的人要入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搁真做拯救我的。师傅所起杀的招，已经真做出角头的招。这是耶和华所做，咱的目睭看伊做奇怪。这是妖花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妖花但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予阮发达。奉妖花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会光照阮。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悬。你着感谢妖花，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慈爱疼痛，互阮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忏悔，恳求你，互阮学习你的款式，遵守你的话语，互阮的性命、生活无偏离正路，若无落伫试探。求你坚定阮的信心，互阮用对你来的智慧来回应生活中所拄着的困难。求你帮助阮用谦卑、甲敬虔的心来学习，互阮伫生活中，无论所拄着的是好是歹，拢有信心的引带。愿你赐阮安静的心，互阮通达你三拄，佮用你的恩典来充满阮，互阮的心欢喜快乐。求你也开阮的耳孔，互阮通听见你的话，开阮的心，互阮通领受你活命的话，开阮的目睭。互阮通看见你的光，开阮的嘴唇，传讲你疼的信息，赦免阮的骄傲，除去阮的自夸。只有你的疼伫阮内面，阮才会承受搁较大的事。只有你应允，阮才通徛伫遮。求你帮助阮。愿意来顺服你，知影什么是你对阮的要求，互阮的所做所行拢合伫你的教示，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互阮的心思意念拢奉你尊你做大，特别伫传福音的顶面，照你的旨意来行，互阮伫台湾这块土地分享你的疼。通过阮个人的生命见证，互更较侪人看见你、认捌你、经历你、相信你、回应你。原来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诗班要献的诗歌是我要快乐唱歌。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甲第3节。咱会当掀开圣经，还是手部后面有印？《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甲第3节。咱做伙来看，我来共读。当30年4月初5，我伫加巴鲁的河边，受掠的人的中间。迄时天开，我看见上帝异象。伫迄月初5，就是约雅君王受掠的第5年，迄甲的地的人的地，加巴鲁的河边，耶和华的话调伫临到布西的囝，祭司以西结。伫遐耶和华的手下，伫伊的身上。讲到牧师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上帝荣耀的临在。时间到，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主你，我会当欢喜，我会当快乐，我会当享受伫你内面的平安。主，这是何等的恩典！恳求主你今仔日继续透过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神的安慰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伫你内面定生得到快乐。愿咱的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想几若个月之前3级警戒日子，一寡教会因为因伫个设备、技术顶面的问题无法度解决。所以呢，伊就无法度举行主日礼拜。也有一寡教会因为防疫政策的规定各不将，来改变主日礼拜的天时，或者是改变礼仪的进行的这个方式。譬如掠咱教会，咱家己建成教会来讲，咱迄当阵就用圣歌对正经的录影来献诗，或者是咱有线上的圣餐礼拜。这是正经可能咱真恶伫想象的代志，总是实在是无法度来做即种的改变。一个遐尼微细，连咱的目睭拢看袂到的即个病毒，因竟然会当影响咱的敬拜，甚至进一步要来拆毁全世界教会信仰的根基是啥物咧？渐渐咱会发现有一寡人会想讲。敬拜敢若无一定爱组织做伙，因为迄当阵3级警戒拢有法度来教会嘛，所有的教会拢是透过直播，或者是讲直接看 Good TV、看电视安尼来做礼拜。所以底下有一寡人想讲，若是安尼，就算讲即摆已经恢复啊，敢若嘛无拄一定爱来教会组织做伙来敬拜。咱就爱知影，上帝正在号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伊指派什么人甲伊的后裔当做祭司？伊只有指派阿伦的家甲伊的后裔当当做全以色列会众的祭司。意思是，伊无分开，无讲利未人恁家己有家己的祭司，犹大支派恁有家己的祭司，或者是。12个支派，恁拢有属伫恁家己的祭司，无上帝并无安尼安排。意思是伊爱伊所拣选的来组织做伙来敬拜。像这2年对2019年开始，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遮尔大的事件，互教会规个伫咧敬拜、礼仪、主日礼拜、聚会即种的代志。安尼，大家拢真乱呐！即2冬咱全世界到台湾台湾是今年才开始的。正经伫外国已经基督教的教会已经规个拢密密麻麻啊！遮尔大的事件，一定伫基督教会历史的顶面有记一笔。当几若10年，甚至几若100年过去了后。遐个信徒阁挖头转来看咱即段历史的时阵，因若是无去了解咱现在所拄着即种的困难，就一定会陷落伫家己的偏见啦。
因会陷落伫家己的论断。几若百年，或者是几若十年的信徒，安尼看咱即时的历史，因可能会安尼想啦。嘿，即阵活伫2019年到2021年的，遮个教会是伫创啥？是伫舞啥哈？乱之舞，教会哪会当关门无做礼拜咧？教会哪会当清彩彩就停止聚会？大喙安献诗，甘着哦，偌无敬，足无敬虔，阁无咧兼无礼貌，信心遮尔细。若是毋是活伫咱即个时代的人吼，来看咱即摆的现象吼，我无输阁挂喙安讲道，甘着吼。为着避免即种的误解，所以咱咧读圣经，因为咱读圣经拢是，莫讲几若百年啦，也是几若千年之前的代志啊。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若是只有看伊表面上的白纸黑字所描写的遮个事件，若是无去了解圣经记载迄个事件伊的背景的时阵，咱就容易陷落伫断章取义的危险。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很了解圣经它所描写的那个背景、那个情境，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断章取义的危险。今仔日咱就对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背景来看，上帝要对咱讲什么？以西结的册一开始就讲第一章第一开始就讲，当30年4月初5，这30年到底是掠什么做基础来开始计算的30年？经文并无讲清楚，圣经的学者也有无共款的看法，总是接续第20节就提供咱一个真确定的时间点。第20节继续安尼讲，伫迄月初5，就是约雅斤王受掠的第5年。继续，伫家己地人的地加巴鲁的河边，耶和华的话调伫临到布西囝祭司以西结。伫遐，耶和华的手下伫伊的身上。这段经文提供咱3项真重要的代志。这段经文安尼看过去，敢若无啥物通好看的。总是呢，这段经文提供咱3项真重要的代志。第一项就是伫第20节，咱有看到上帝呼召以西结是伫南国犹大王约雅斤受掠的第5年，意思是。良早伫5年之前啊，5年前约雅斤王拄就任王位，才无3个月的时阵，就互巴比伦王来掠走啊。以西结也是伫迄当阵受掠。以西结和约雅斤王是共批共一批受掠去巴比伦的人。也就是讲，上帝互以西结看到异象，上帝呼召以西结的时阵，以西结伊的人伫倒位？伊个人早就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伫真远的巴比伦迄个所在。第二，咱阁看到第二个重点是第3节，经文第3节安尼记载讲，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啊。以色列的祭司，他们是采世袭制的哈。以色列的祭司是采世袭制，刚才有讲了亚伦。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后代，他们是采世袭制。就对摩西的兄哥亚伦的后裔，才会当做祭司。以西结出世伫祭司的家族，所以伊自细汉就爱接受伫圣殿献祭服侍的装备训练，到伫几岁？到伫30岁的时阵，才会当开始伫圣殿来服侍。以西结成长的过程，经历国家的动乱，伊亲身体会到信仰团体若是失落伫对上帝的信心，因的身心灵所受到痛苦，实在是真恶的想象。生不逢时啊，以西结真是生不逢时。他成长的背景，就是在一个国家即将要一路走下坡，动乱的时代。就伫伊25岁的时阵，特别完成祭司的装备，
开始准备要伫圣殿来服侍，开始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来敲找上帝保守甲帮助的时阵，实在是千算万算毋值天的一位啊！就伫伊准备要为国家大发热心的时阵，就互掠到巴比伦去。就伫伊大发热心，准备要来奉献家己一生的时阵，伊就受掠到伫巴比伦的加巴鲁的河边。以色列接受上帝呼召的时阵，毋是伫伊人生上光明灿烂的时阵，也毋是会当怀抱啥物梦想的所在。伊是一位失去国家的人，也是一个无有尊严、无未来的人。原本一位准备要将人生上好阶段献予上帝以色列，就安尼来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上帝圣殿，对伫一个无圣殿通进行献祭的祭司，伊的人生阁剩什么？就亲像牧师，若是咱的教会拢无存在，一个炸弹弹落来，无教会啊，牧师要创啥？牧师要做啥物？迄若老师无学校通教学生，搁互掠走，吼，搁掠去别个国家。原本是咱进前伫查经祈祷会的时阵，有讲到。进前吼，咱台湾受到日本统治的时阵，原本伫台湾即个所在学问真好的人，我向日本爱教日本话，我袂晓讲日本话。我虽然我是老师，我袂晓讲日本话，煞无法度做老师吼。意思是安尼啦，对伫一位无圣殿通进行敬拜献祭祭司，伊的人生阁有啥物意义？这半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互台湾的产业袂输经历一场大地震啊。伫咱台北市来讲，咱建成附近吼，原本拢真热烈哦。咱教会附近拢真热烈，有真侪注重气氛、注重服务的餐厅、饭店，啊，阁有真话话气真热烈的迄宁夏夜市吼，百货公司。迄当阵哦，咻一下，拢无人哦，空拢无人，好像在那个防空警报的时候都没人，拢无人。每一个头家吼，每一个头家头壳拢无得烧啦，要安怎？人啥物？这个疫情当时才会当过去，生活当时才会当恢复。伫国际顶面的往来也变甲足无方便的，要出国、要转来台湾，拢足无方便。侪要准备出国读册的学生，迄是要派去外国去出差工作的人，拢着必须向来停止原本的计划。所有人的行程、生活方式，拢必须来改变。咱伫即个过程充分体会到什么叫做道口的鸭子飞了，迄就是讲啊，就差这么临门的一脚，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亲像先帝以色列这种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的这种无奈啊，充满伫2020年到2021年，侪人伫家己的梦想的内面来挣扎。毋知是要继续投资落去，还是着认赔出场？侪人伫家己人生的迷惑的中间来挣扎。学生无法度到学校来上课，老师父母无法度掌握学生学习的情形。伫经济顶面，一寡产业无因试试，一寡产业一直在苦等。侪人伫家己的健康的顶面来挣扎，进前可能身躯一点仔毛病出来，就会走诊所、走病院，总是伫迄段期间毋敢。身躯若有啥物毛病，就忍者，一直在忍耐啊。
有一句话讲：头过身就过，头若过，心就过啊。一寡人真好运，会当度过迄段期间，也有一寡人还伫咧吐气无奈。疫情的境界诚侪信徒伫信仰顶面的试炼，为着敬拜礼仪存在音乐侍奉者，譬如讲咱台语礼拜是圣歌队，华语礼拜就是敬拜团。即个音乐侍奉者伫三级境界中间，根本就无法度来服侍。教会教育训练、团契生活、宣教的活动，全部拢停止。教会只有剩什么？教会中心只有剩主日礼拜甲早间祈祷会。这互咱确实知影，教会咱即个信仰的团体最后应该守条的根基是什么？最后应该守条的根基就是上帝话甲伫圣神内面的祈祷。总是当疫情渐渐受到控制，咱即定耶稣的温度，咱即定伫献祭礼仪顶面已经荒废久的祭司，咱每一个人拢是祭司哦。咱阁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上帝？咱伫咱所领受的即份，敢有感觉真野懒？休困久啊，人拢会野懒。伫服侍，迄则是参与团契活动的时阵，敢有想着讲啊，反正无差我一个啦，有别个人会去就好啊。这是以色列无阁有圣殿来敬拜献祭，伊伫一个真偏僻、荒废、充满偶像崇拜巴比伦，伫迄个外邦狩猎的所在过一天算一天。伊和迄群受上帝审判以色列人同入哀伤啼哭。总是上帝犹原照伊的权能甲信息临到迄个所在。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有讲，迄时天开，以色列看见上帝的异象，耶和华的话调直临到以色列，耶和华的手下伫伊的心上。迄时是当时的。迄时就是以色列互巴比伦王掠去以上落魄的时阵啊！迄时就是以色列伊的人生上落魄的时阵。伫迄当阵，伊清楚听见上帝的指示，伊清楚的看到上帝伊所启示的异象。就算讲伊伫祭司即份已经荒废5年。上帝犹原伫以色列的性命掌权，上帝犹原伫伊的信仰以色列人的中间来掌权。伫约翰福音书第11章，遐有记载一个故事，咱拢真熟，就是耶稣甲拿撒勒的故事。拿撒勒伊伫面对死亡的时阵，耶稣并无在场。迄时拿撒勒的阿姊，伊赶紧找人去找耶稣。拜托老师，耶稣，我的小弟吼，得要死去啊！你赶紧来一下哦。总是透过经文，咱知影耶稣并无怜悯回应因的需要。果然无偌久，拿撒勒就死去啊！就伫拿撒勒死后4天，也大好安葬了后，耶稣才到伫因的厝里，甲因探访。迄若是咱即时吼，牧师若是安尼做的时阵吼，牧师你会当离开啊啦？哦，人都恁大好，你才来是咧创啥？拿撒勒的大姊马大，因为耶稣迟到，遮晚才来，伊的心情加减啦吼，加减有淡薄仔激动。就算讲安尼，马大也并无安尼对耶稣感觉真失望。就伫因的对话过程的中间，耶稣对马大讲：“你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光。你若信，就要看到上帝的荣光。”最后，耶稣竟然互已经死亡4天的拿撒勒国活。耶稣互迄群已经陷落伫死亡关系阴影内面的人，重新看到光芒。
耶稣要互众人知，上帝大权能绝对袂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当咱咧经历苦难，掠上帝，掠做上帝拢无旨意，掠做上帝也无办法的时阵，其实上帝一直拢在甲咱眷顾。当咱咧经历苦难，掠做上帝拢无旨意我的苦难，掠做上帝对我的痛苦，我所受到的这个困境拢无法度的时阵，其实上帝拢在看顾。就亲像以西结第1章第1节遐讲，迄时天开，伊看见上帝的异象。是安怎只有以西结通看到？遐足侪人的呢，足侪以色列人的呢，是安怎只有以色列？只有以色列会当看到迄个天已经拍开，是安怎只有以色列会当看见上帝异象？当然这是上帝调治要互以色列看到的启示，是上帝特别要和以色列所讲的话，总是。若是以色列本身，伊对上帝话语无基本的认捌。伊对上帝无基本的信靠，伊是安怎？伊会当伫迄个无清气、佮充满偶像的巴比伦，一看就知影啊，这是出对上帝。伊若无对上帝无真清楚的认捌，伊看到可能若是咱伫台湾，可能是讲，迄是妈祖吗？迄是关公吗？迄是啥物花仔吗？伊太会当一看就知影，迄是出对上帝。以西结伫25岁受掠进前，伊为着成做一位祭司，伊所接受的训练绝对毋是空空。过去伊所接受的训练，对上帝认捌，对上帝旨意的确定。互伊伫忧伤痛苦的时阵，通得到安慰。就算讲伊伫外邦受掠的所在，就算讲无有庄严圣洁的场所，通互伊来敬拜。上帝话语悠远伫伊的心内，成做伊的快乐，亲像及时的雨水来润泽伊孤单的心。咱我看约翰福音列撒罗的记载。马大伫列撒罗死亡悲哀的中间，伊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马大毋是伫一个真好势一个景况来宣认，伊是伫伊小弟死了后，才死无偌久，来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这甲咱对马大的印象真无共款。咱一般对马大的印象较侪拢是伊是一个无用气的人，足无用的，哭撞，足无用的。并且伊会用耶稣来埋怨，耶稣，迄个吼，我的小妹吼，玛利亚拢将代志当互我呢，伊拢无在管呢。伊拢无甲我斗相共，老师你无要管吗？总是耶稣敢有替伊主持公道？无呢，耶稣并无替伊主持公道的。毋过，咱伫即段经文《约翰福音书》第11章即段描写马大的记载，咱看到马大对耶稣的信心甲顺服，就伫伊拍开心门，一直不断和耶稣来对话这个过程，伊对上帝救恩有进一步的认捌。伫迄当阵，伊一点仔都无犹豫，就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在即种的宣认，即种的信仰告别，实在是足无简单的。不论是先知以西结，还是列撒罗的大姊马大，当伊行伫人生死亡的山谷、死荫的山谷的时阵，拢无离开上帝，也无停止
甲耶稣对话，也就是讲，若是掠咱即马的现象，就是讲，因无停止读经祈祷，因和上帝对话的场所，毋是庄严圣洁的圣殿，也毋是灯光美、气氛佳的咖啡厅。颠倒是伫因惊吓、忧闷、充满不安的心内。兄弟姊妹，特别是伫即种茫茫渺渺、看袂清头前道路的时阵，搁较袂当停止聚会，搁较袂当停止祈祷。颠倒爱搁较侪和主耶稣有搁较侪的沟通。咱着爱搁较侪读经祈祷，咱着搁较侪和上帝对话。伫迄时，先知以西结看到天开，上帝阳光降临至一位落魄的祭司的身上。伫列撒罗死了后，马大宣告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上帝阳光降临伫即位啼哭哀伤的姊妹的身上。但伫咱的服侍、家庭、工作、事业、学业，迄才是人际关系各方面。当咱感觉无气力、搁真无奈的时阵，咱就注目咱的主耶稣，宣告耶稣是咱的基督，是咱唯一的救主。除了伊以外，咱袂对别位会当得到救。安尼，上帝阳光也的确会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对去年开始，牧师用小要理问答，诚侪青少课、青少年团课因基要真理的教材。在小要理问答内面第一课，开宗明义，第一讲就是人活的目的，就是要来荣光上帝。咱若是会当坚定相信，咱所活的，咱人活的目的，是要来荣光上帝。若是安尼，咱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其实就是要来荣光上帝啊。今仔日早起，其实毋呾今仔日啦，本来就是逐主日，逐主日牧师拢会量早。主日礼拜进前差不多9点进前，牧师就会量早到伫楼骹，就看到4位伫咱中间，目睭无方便的遮的兄弟，到伫教会。我想，这是咱目睭真好的人所学伫想象的。因目睭无方便，看袂到物件，伫因的身躯，伫因的生活，逐点滴拢是困难。咱感觉真理所当然的代志，对因来讲是偌尔啊困难。随便阮即马看因拢哇，足好势，足厉害，吼，目睭无看，佫会当炒菜，佫会当弹钢琴，佫会当安尼行街路，安尼活来活去，拢袂弄着。我若即马目睭刻刻吼，爱我行过即个台阶，这样子走下去，我拢会惊诶。我会带一定爱小扶者，小摸者是啊，这个毋知打到什么，我就是说脚会不会踩空，然后跌倒这样滚下去。因是经历偌侪学习，偌侪目屎，偌侪痛苦，靠着主坚持安尼行出因的一条路。上帝所为咱备办的道路，拢是开阔的，总是咱要安怎来倚靠主来度过咱死荫人生中间真恶的担当的迄个时阵。伫咱的苦难中，咱要看到上帝阳光啊！以西结伫伊的苦难中看到上帝阳光。
马大也伫伊的苦难中、伊的悲哀的中间，看到上帝的阳光。咱教会一寡目睭无方便的人，因也伫因的生命中间，伫因的无方便的中间，看到上帝的阳光。上帝的阳光就是要彰显伫咱的苦难中间。若是安尼，咱就会当坦然来面对咱人生的风波、人生的苦难。因为伫苦难中，上帝的手要下伫咱的身上，上帝的话语也要临到咱，咱就会当看到上帝的阳光。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吼野涌，阮也无惊，因为上帝甲阮同在，上帝知阮，认捌阮，知影阮的体质。阮相信上帝会保全阮到伫永远。主，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也恳求主，你圣神继续帮助阮，会当伫阮的苦难中，毋是一直注目伫阮家己本身，是要抬头来注目主耶稣，你的大权能，你圣手会带领甲引带。愿安尼祈祷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254首 A，254 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请咱起立来吟。
即是进行奉献，请招待者来进行。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进行公道，咱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咱要为机体，怎伫厝伫调养，有陈清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陆雪英、洪甘基、石玲玲、陈美芝、夏丽辉、吴艺梅、杜昭、刘慧忠、林以诺。咱也要为福建的张明、世军、美美、包玉姐、洪千惠爸爸、晕眩、陈秀龙、那肿瘤切除手术化疗毅力、结尾爸爸、异位性皮肤炎以乐、血栓惠良兄、脑溢血是凯蒂爸爸、运成、新卢、凯华、安胎是文莹，文莹是秋霞的媳妇。咱也要为中职东港要进行马尼多曙光计划，咱会当求上帝会当看见因要的显现，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力。咱要为全球的防疫政策，咱要为咱台湾安全。咱高雄因为城中的大火，城中城的大火，甲虎豹潭罹难的亲友求助保守安慰，请咱出声提名来祈祷。
创造救赎阮的主，阮满心感谢阿罗你。阮要为身躯病痛得治疗的兄弟，内心软弱的肢体，求主医治的稳定，显明伫因的心中，互因经历主你奇妙的作为，经历喜乐的心就是荣耀，会当互身体恢复完全的健康。阮也要为好饱蛋的意外事件，求主的安慰、扶持临到受难的家属。阮嘛要为马尼多事工的研讨会，互教会牧者中职同工辅导，共同为着马尼多的计划甲方向来祈祷，求主赐下智慧，互阮所计划事工会当得到主的接纳。即时，阮也要出声，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做伙祈祷讲：阮伫天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如果权能因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好，伫报告在先，咱先来介绍今仔日有咱贵宾来甲教会甲咱做伙礼拜。咱先介绍景美教会景美教会林伯燕长老夫妇来。来，咱起立欢迎，谢谢。我来是咱的幼美姐，幼美姐的朋友周永强周先生，来欢迎，欢迎。我来有一个是社青，我有看伫楼顶高伟顺，要紧咱有留资料，咱会当等咱礼拜做了，咱当甲因小联谊。后来，咱来看消息的报告。本周聚会报告，甲当任职务者，请咱大家来看，并且事先做准备。那大多的事项，请咱转去了，咱继续为因来关心大多。咱来看教会消息。咱小会报告，咱任命史凯华执事。做马尼多2022年主流的校长，汪定信兄弟是青年团契辅导，苏子安兄弟甲林子瑜姊妹是少年团体辅导。咱继续聘请茵茵姐妹做本堂的干事，信惠老师本堂的指挥。我来是今年度的爱餐，因为咱甲5月中，咱就已经无法度伫教会用爱餐，因为政府的规定限制，所以咱为着安全起见，咱会当然配合政府的政策。当然今年度可能要恢复的可能几率可能比较小，因为现在已经都快10月底了所以咱要将今年度无用完呢，因为咱去年咱即时拢有任线嘛所以咱今年度无用完呢，咱就煞到明年度。所以爱兄弟就欠一点来讲。可能咱有用咱的生日啦，咱的结婚纪念日啦，还是讲有些特殊的纪念日来任线。那可能明年度可能就是让你顺延，可能登出来的日期可能就不是你当初登记的日期，那请大家兄弟多包涵那明年度如果我们今年度转入到明年，如果用不够，我们到时候再来任线。所以今年度是先不用。因为剩余的款项还够支付明年，可能上半年度都没有问题了如果下半年如果需要任线不够的时候，那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共襄盛举我来是主日10月31日5:1点，礼拜步要伫4楼召开诗情座谈会，请咱诗情同工劳保参加。后来，咱疫情这期这点东西一直还没有放宽，一直要到可能11月2号，我们再看看情况，
那主日爱餐目前就还没有办法恢复，吼，我知影大家足爱足想，吼，咱教会爱餐，吼，所以讲爱我大家要稍等一下，吼，再等一下，吼，再等一下，吼。好来，我团契会长，咱请伫10月底以前，吼，咱完成会长的干部改选，吼，因为咱要规划明年度的施工计划。我来团契消息，11月12，吼，拜五上午10点，咱上日团契聚会主理是林朝泰牧师，吼，有信息的分享，哦，圣诞的联歌。11月13拜六下午4点，妇女团契聚会，吼，主题是咱青梅牧师的时间。我来11月19 8点，上日部举办即个活动详细咱请楼骹有可能有搭通知单，咱月底进前上日团契来报名。第4点，青色团契今仔日有聚会哦，伫咱中昼12点半，咱青色团契要伫4楼举办，请咱老婆来参加。后来，咱具体消息是好事喜事10月30日拜六下午2点，咱林文成的公主林子琪林文成就是襄瑶兄大家儿子伊的孙是襄瑶兄的孙啦子琪搭昆婷要伫西安教会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这甲大家分享。我来告解消息，搭奉献的面世，请咱大家来看，有毋对的，请咱来更正。咱请咱起立来吟信诗第508首，信诗508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神的扶持甲帮助，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岛散会。